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27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洪敏珍，先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咱增加7例境外带病入境的个案，国内注过 AZ 疫苗的超过9000人，昨搁增加13件不良反应，其中4件较严重。全台湾天气小热，高雄市山林区外霾里来到33.9度，未来1礼拜的雨水少，对水情正不利。中央会论中4号调伫咧运河到达第4天，美国总统拜登讲，美国当伫咧想办法解决。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的疫情。今仔日咱增加7例对境外带病入境的确诊个案，也那案例第1012是咱台湾的补习班老师，伊对美国返来台湾过尾4个月才确诊。指挥中心讲，和这位老师接触过的人有22个，17个验过病毒，拢是阴性。也那剩的5个人，即阵抑搁伫咧体检。国内新增加7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确诊个案，分别对印尼、美国、加菲律宾入境。指挥中心表示，案例1015到案例1019，5个人拢是印尼籍20多岁男性移工，3月测试来台湾，一直到24第2摆自费采检了后才确诊。研判应该是在境外就已经感染，处于这个时阴时阳的一个情形，是有掌握8个接触者哈，那其中6个人是同行一起去坐专车去采检的这个渔工列为居家隔离哈，那另外有2位是这个司机的话是列为自主健康管理。境外移入内底要个案1020是美国籍40多岁男性，在美国自主健康管理期间自费采检了确诊。案例1021菲律宾籍30多岁男性移工。是在2楼出关进行采检了确诊。另外个关心的案例1012，本国籍补教老师对美国返来台湾122天了才确诊，是这种为止返来到确诊天数上长的个案。指挥中心讲，本人已经解除隔离，个案接触者22人，其中17人采验结果阴性，5人也伫检验中。他本人按1012的话，因为在住院的期间，其实已经一次 CT 值36，一次 CT 一次是阴性所以已经符合这个解隔离的条件，已经经过我们网区指挥官的同意解除隔离。那他的这个因他而居家隔离的1位也因此也可以一并解除隔离。另外，国内开始注射 AZ 新冠疫苗了后，指挥中心讲，2楼超过2000人注射疫苗，出现13件不良的反应，其中4例比例最是严重的不良，有真喘，也有起红粒这症状。而即阵已经有9232人注射疫苗，总共有27件不良的反应，大约是0.3%。记者综合报道。也那即马有未少国家伫咧做即个新冠肺炎的预防射。卫福部长陈时中伫咧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有透露讲，即马当伫咧讨论要开放即个边境的管制，会留落来透放。未来若有做过中国疫苗的旅客，嘛会承认会互因入境。也那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头摆表态，讲只要疫苗有下标准，袂因为政治的因素，就对中国疫苗大洗目。国内 AZ 新冠疫苗开始自边境管制有明放令，卫福部长陈时中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未来入境的人摕海外做疫苗证明应申请，减少居家检疫天数。各研究要承认中国疫苗，行政长苏贞昌也表态，未因为政治因素就白摕中国疫苗。中国的疫苗，我们也都注意关注，只要符合这些标准，我们不会因为政治有任何的排斥。苏贞昌表示，这疫苗应符合标准，维护个人健康，无排斥任何疫苗。但是当表示，无路径因为政治判断介入，加入无谓的辩论。不过目前拢也伫内部专家讨论阶段，只是中国疫苗，到即马拢无得到 WHO 认证。中国疫苗的一个实际上临床试验的结果还是不是很清楚。他们有的疫苗有第1期的临床试验、第2期临床试验，但是都没有最终的临床试验的报告。这方面我们希望还是能够取得这方面的资讯，然后我们开启国免的话，才会比较放心。放行边境管制有2阶段目标，第1阶段国内疫苗注射率无够的时阵，入境者提出疫苗证明，有机会为14天居家隔离减少到7天，为防止提过做证明出关进程，也是检 PCR 加中和抗体浓度。那疫苗注射率超过60%，所有入境者都变检疫。开放国境的一个时程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定案呢。即使打了疫苗，也不见得100%安全。所以我们除了有一个
疫苗免疫力的证明以外，可能还要评估说，他所来自的地区是不是还有疫情。不止入境管制有希望解封，各界也关心是不是应出国观光。专家讲，而且评估当地疫情情形，伫放零时间定案进前，恐惊也有真侪难题要面对。记者综合报道。咱的飞行官潘英敦失去联络到大，第6天啊，国军超吹的脚步无动点，伊毋但继续派官兵，也派红雀无人机伫咧中科院的山区走吹。今仔日国军是搁一届出动陆海行侦查和搜索大队，伫咧屏东的片头搭附近超吹。啊，那这大队下晡出海，锁定片头搭南边的海域，扩大范围找人，就希望讲有好消息。下去的时候，人员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大队人员针对片头搭往东寮方向做水下大盘甲盐盘走吹，同时红桥无人机也伫九坪中科院山区空中走吹。救援 F51失联飞官潘英尊近日第6天行动继续，因为前一天有民众好亲像接受到飞官定标器信号，军方初步查证找无相关的信号，会继续走吹。叫了电站2中队手持的接收器来做南人地区的电磁波的搜寻，并没有相关的讯号。今天我们还是持续请电站2中队持着接收器在附近的相关海域移动它的测点来继续做搜寻，看是不是有这个电波的发射。民间自发来走吹也无停止，恒春半岛水上活动业者骑水上机车去风吹山海域走吹，因根据过去的经验，研判这所在几率较大。老乡的就是安尼落来安尼落来风吹山嘛？系因为已经有2个案例一个是风台前落落滑落海，结果风台走后2礼拜，直接吹掉，直接出来。捡到最快。早起10点半，秋林船回港，参水人员伫片头搭南边找到一领破去的衫，互所有人员谨慎确认，毋过经过指挥所证实是一般的海漂物，甲失联飞官无关系。下晡各向较南边的海域走吹，目前无任何结果。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天气不哩好，高雄市三林区月楳里今仔日捌出现共有33.9度，不过天气烧落对水情真不利。因若清明随着要到呀，气象专家讲落雨的机会无悬，提醒民众备忘点火就要较细致咧。天气真好，出大日。这2天全台甲外岛大部分是好天随分的稳定的天气。而且下晡1点40分，高雄月楳也来到33.9度，真悬的温度。这是天气稳定，却是对水情不利。气象局表示，未来1礼拜除了正方面甲东半部以外，其他地区落雨的机会依然是真低。未来这1周来讲的话，其实水汽上来讲都是比较偏少的所以只有在迎风面的这个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些不定时的一个降雨的情况。而下礼拜就是清明，不过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景象，恐惊无得看到。气象专家提醒，根据欧洲的预报资料显示，3月29到4月15，落雨的机会是真低。提醒民众，备忘除了要注意日头真大以外，更加要避免引起火灾。因为现在是很严重的枯旱期，所以请大家如果说在焚烧之前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那个小心火烛避免造成引发一些这个火警这样子。气象专家表示，春天的天气预报较有变动，需要继续来观察。只是即阵的资料显示，4月12日之前落雨的机会真低，了后状况也无好。即阵来看4月份整体雨真少的机会，其实是真悬的。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部的水情，安岛、清明过、台中、苗栗、北中华会开始限制用水，供水5天休2天。因若最近有不少游泳池的业者，水是拢欠啊用，算落去因讲有打算要甲疫情关起来，也考虑会升天困。因若即马有民众是无用伫咧欠水，有一寡5金百货店水桶是拢卖甲欠货。
教练伫游泳池内底教来上游泳课的囡仔，也未少民众是每天固定到游泳池来运动。不过因为积水，业者已经先加水位降低，并且限速人客洗长的时间。也毋过起名了后，台中苗栗北彰化就要开始供水5天、停水2天的限水的说法。游泳池业者也考虑要直接把洗身躯设计关起来，让人客家己回去厝的洗身躯。其实我们已经很早就做减压的动作。那如果真的是到最后没办法，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更多的水源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淋浴部分，我们只提供受教部分，其他的淋浴可能就会关闭。游泳池业者表示，降低游泳池的水位是为了避免水溢出伤济造成浪费。上摆状况就是考虑暂停营业。伫中央有过水情转红灯了后，限水的所在出现抢买水桶的情形。卖场这2天水桶拢卖了，也赶紧向厂商来订真侪水桶，供应民众的需求。第一天影响不大，第2天就会有影响到啦，因为大家都抢着用啊。第1天一定会用完，因为我们要停水了。对啊，所以会紧张，因为缺水，大家都要用桶子储水，然后用水瓢舀水。五金百货业者讲，若是各式的水桶，就算只要是会使滴水的物件，像是塑胶的滴物件箱啊，因为有链啊，较方便刷叮当，也未少民众来买。而养水的壳啊，也拢袂甲欠货，大家拢想要提早来做好准备，度过这摆欠水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中部看线来讲，高雄基顶有一间造船厂，伫咧今仔日举办新船落水典礼，所以想袂到这只700吨的渔船啊，才落水无偌久，全规个起一边，船身有一半差不多拢搭伫咧海面，看到风真惊人，加在无人着伤。造船厂唔愿意说明这原因，不过根据了解，晓疑是因为控制船身平均的底层无控制好，才会造成。伫泡城中大型渔船慢慢落水，暗过就伫个船体入水了后，煞向倒边起过去，规个船都伫水中，互现场观礼民众惊一跳。船起去了后，抑阁一直伫个航道漂流，画面人是真紧张。为另外一个角度看，渔船半面用要沉伫水中，变2只拖船赶紧将船游回码头边。700吨远洋渔船盛环188号是委托高雄基顶一间造船厂打造，早起7点外伫造船码头举办落水典礼，暗过才拄落水，渔船煞向起去，高雄港警察都顺路经过，马上伫现场警戒。刚好适逢我们海上巡逻的同仁经过看到船只倾斜之后，我们马上在现场立即实施警戒救护。那并且通报我们一港口的一个信号台，请其他的来往船只要注意避让，没有妨碍到那个正常航线。对渔船出现原因，造船厂无愿意出面说明。根据了解，好亲像是船舱舱压无稳定，当时船顶有工作人员，好佳在无人伤亡。渔船原本按算4月出港作业，即马都要延后，损失暂时无法度估算。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型的货轮 Ever Given 中4号调伫咧埃及苏伊士运河到达已经第4天，影响国际航运。有德国的保险公司就讲，全球贸易体系会受到正大影响，估计逐礼拜上最下了100亿美金。美国总统拜登针对这件代志，伊讲美国有侪国家无的设备和能力，因即阵当伫咧评估，看要安怎协助。画面中青绿色长长的水道，就是苏伊士运河高九线一点啊。因看伫卡伫河道的中4号，这是离地面710公里远的福威5号25个下晡所翕的清楚影像。其他国家翕的卫星相片也拢公布。调伫苏伊士运河第4天的中4号，也是无法度脱困。الصندة بتاعتك بتجيب ميه مش كده؟ الصندة دي اليمين بتجيب ميه بتجيب ميه يعني كده دي اخر حاجه يفضل توفيق ان شاء الله ان شاء الله。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官员26日去探视，中型海运指出，船主已经指派为荷兰加日本的2支海上专业救助团队停船，也甲运河管理局研究进一步更较有效的铺船方案。即马规支油源无解除，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评估要出手上助。We have equipment and capacity that most countries don't have, and we're seeing what help we can be.
北京发言人进一步说明，确实看到这代志对能源市场一寡暗藏影响，美方会继续密切关心。We do see some potential impacts on energy markets from the role of the Suez Canal as a key bidirectional transit route for oil, and obviously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e offered assista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运河外海湾目前有真侪货轮等要通过。有德国保险公司的报告指出，这摆事故恐惊造成全球目前一礼拜上悬损失100亿美金。中营海运进前表示，中速轮是租的船，脱困甲产生的第三人责任这相关的费用，甲船体的损失是由船主来负责。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促转会今仔日办不法刑事有罪判决的撤销仪式，有100位政治受难者经过促转会重新调查了后，总算撤销罪名，洗清枉困。总统蔡英文也行卡到向受难者和因的亲人回信咧，伊也强调讲，只有集体面对真相，修复创伤，台湾社会才通真正脱离悲情，走向共同的未来。在黑暗中，一个又一个白色的名出现。这100个政治受难者，有人经过228事件，有人经过白色恐怖时期，被乱变罪名掠去关，一直到2021年才将得到撤销平反。其中九组政治受难者杜浩生，1954年被牵连跟入高一审的案件，被判贪污罪17年，入监4年，规家被标搬离开原乡的部落。不过贪污罪无适用戒严不当叛乱案件补偿。在杜浩生的后生杜炳铁一直奔走申请，60多年了后才得到平反。台湾400年来，历经不同的殖民时期，族群世代更迭，造成了许多冲突和可怕的苦难。原住民族受害至深，却一直身影模糊。真抱歉，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现在我们终于要把有罪的标签撕下来了。蔡英文也对受难者甲伊家属谢失礼，表示政府面对转型正义，只有集体面对真相，集体修补创伤，台湾社会才有法度告别悲伤，走向未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讲，新竹县竹北市有一寡公园，因为无爱互乌多摆徛入去，专工伫咧无障碍通道出入口设障碍物。不过因为安尼，有一寡行动较无方便的人，就正恶出入。有民意代表接到民众的陈情，是实际上去公园测试，想要了解轮椅出入的状况。参观下来，我就拄着了嘛，小就堵到了。坐轮椅想要入去公园，却去涂骹顶悬的路障挡条，得甲轮椅翘起来，才有法度入去。真侪身障朋友甲塞囡仔车的家长，感觉真无方便。很多那个不方便的人都没有办法进来。其实有一点点障碍，我们可能就会跌倒，我们就会不灵敏啊。那我们是强烈建议，有这些设施都应该要被拆除。你看，我碰到了，你看我卡到了，卡到了，不小心老人家跌倒了。另外一边，还有倒梯仔做的路障，虽然讲轮椅会当顺利出入，不过顶悬的设计嘛是小可去砸到陪伴身障者的人出入。为了防止机车进入，可是却让更不方便的人更加窒碍难行进入这个公园。我想我们竹北是一个友善城市，这个路组的设计是否恰当，需要县市政府做审慎的一个评估。其实路阻它是占非常小的面积，但是它却大大影响所有人的行得通的权利哦，尤其是在娃娃车、轮椅者跟身障者。台北市公所表示，后礼拜开会讨论拆除路障，卖另外各找办法来预防乌多摆出入，袂阁去影响到民众的通行权利。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各地头的温度拢有起来。天气正烧热，未来一礼拜天气也会愈来愈热。爱注意西半部和离岛地区这些所在会大雾，能见度正歹，用路人就爱特别注意。也若伫咧中南部这空气品质无好，敏感的族群就爱注意。这回来看气象资料。
感谢乡亲收看新闻，最后做伙来去乐西啊，行行看看咧。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